诈骗方式一直咧翻新，互人防不胜防。在真个手法中，又搁以投资诈欺上界创收。依照内政部经济署的统计资料，为2021年到2023年，这款犯罪类型拢排伫财产损害头一名。2024年呢，顶半年就发生将近7500件投资的诈骗案件，被骗的金额有超过36亿。诈骗集团的成员上接用类似本钱啊愈济。那咧就愈趁愈多，这个伪损呢，诱拐被害人一直想办法去坑钱，甚至透过用租公司抵押动产换现金，干为着要圆一个投资梦。像讲这个中古车啦、手机啊，这拢会当超贷，不过实际利率拢超过法定16%上限有够济。被害人唔那都要承担个人财产的损失，都要搁赔大笔用租的债务，陷入负债累累的痛苦的深渊。记者有去调查发现讲，这类用租的放贷公司政府却是无法可管，要怎破解，并且防范投资高利润的诈骗手法，避免变成这类型犯罪形态被害人，做回来深入的了解。叫你下你就下，他说你要不要把你的车拿去贷款，抽到可以获利30%的资金。更糟糕的是跟诈骗勾结，年前了以后，诈骗人可以跟你介绍借贷的地方，毫无疑义，尽速立融资业法，让这些公司被纳管。我眼前看到的是，居然有这样的赚钱方法！天哪，这个获利远远超过于我月薪哎！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可以买车子，可以买房子，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。就是讲，将要实现发财梦，却是一步一步走向有心人士精心设计的诈骗布局。我 FB 有一个陌生人加我好友，我们就有开始互动聊天。我其实有一搭没一搭的回，一直到有一天我上班的途中出车祸。他会关心你的生活，渐渐就会觉得，这个人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开始给你的信任感。代志发生在2022年，做媒体业的部门主管有一定社会经验的 W 小姐，伊完无到美国犯罪集团所设的圈套，伊完全想袂到讲，这位线顶的好朋友竟然骗走伊真侪年的孽情。有几次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就会刻意的说，我要去忙了1-2个小时，他就再回来，他就 po 一下他虚拟货币的交易的获利。我就跟着一步一步做，我看了这个网址，我以为是正规交易所，所以于是我就点了。我叫你下你就下，然后我叫你卖你就卖出，买入就买入，卖出就卖出，做这个动作，然后赚取它的差价。那一个晚上下来，这样子的操作大概5-6次，算下来就是获利大概7%。一日食到甜，和这个 W 小姐完全无戒心，为5000块到10万块，搁到亲戚朋友的加码，短短1礼拜，投资的金额一直增加。这个就是共同投资200万，这样累积投资。他说，如果你们现在钱到这里了，再达到第3个等级的资金就有30%。所以他说，你要不要把你的车拿去贷款？对方热心推荐给 W 小姐，会当快速拨款，又会当提供高额资金的是用租公司。你现在很急需用钱，然后要100万，没关系，这边我可以帮你处理，我是中租地合。他来的时候是匆匆忙忙的来，然后有一叠文件，他没有让我看得很清楚，他没有把买卖契约整个翻出来让我解释说，我们是用买跟卖，然后怎么样都没有，他只翻过来说这边签名，这边签名，这边签名，你的贷款就是103万。W 小姐驶5年的中古车，买时较无100万，用租公司同意贷款113万，明显无符合比例超额贷款。扣掉20万等等取消相关的费用了后，最后实领的103万，加算呢是一个利率将近20%，超过16%的法定上限，有够济。我看到账上的获利将近2000万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要提领客服这时候就说，你们的这阵子获利高达多少，所以你们必须要缴多少的税，缴完了就想说可以提领了吧，
这时候系统告诉我说密码错误，我才知道说我遇诈骗了。被诈骗人没钱了以后，诈骗人可以跟你介绍借贷的地方。那这个借贷的人跟诈骗人会不会是同一伙，或者是共犯？上一回，银行金融机构的用资公司主要是提供市场更加另外资金借贷服务，不过今麦却变成不法集团的取财管道。被害对象无设限，连无固定收入的学生族群嘛被上钓。那时候是在 FB 上看到求职的广告，他有留在 ID， 我就去加了。读大学3年的修签，2023年休热的时去做线工，拄到求职诈骗，对方以操作线顶跋筊10个为借口，要求伊都要付6万块，才当提回8万的薪水。因为我自己是学生，我身上也没有很多钱，他就推融资代办的名片给我。我就借了手机贷跟学生贷，2只手机都是5万多，但是我实际却拿到2万5。手机业务呢，他就给我2只手机，我要去换现金的业务那边开那个约，同意他把那个手机拿走，然后他换现金给我。他就是假买卖真贷款，本来是一个买卖行为，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买卖。在台湾，干那银行会当进行放款的业务，公司要借予个人必须有担保品还是商品的买卖，若无这就违反公司法第15条的规定。用资公司运用假买卖操作，和收签以2支 iPhone 的手机贷，加上学生贷款，总共借贷16万5052块，以实际干那摕到6万6000块。我通常会说，这种是掠夺性贷款。那掠夺性贷款有几个定义？第一个，它的利率非常高啊；第二个，它用不当的手法诱骗，然后人去借钱啊；第三个，它借给某些特殊的族群，这些族群甚至是还不起的。到底用资公司的放款标准伫倒位？记者实际测试借贷流程，一支上新 iPhone 手机会使借6万块，上久会使分36期，只需要上传装置的识别码。我需要备什么资料？你到时候过件之后，我们就是线上签约。实际试验的结果发现，用资公司并无向借款人进行征信，嘛无考虑伊还钱的能力。比如说，我听过最扯的案例是，你要借钱可以，你拍一张 LG 的冰箱，比较高级的冰箱照片传给我，就借给你钱。在融资公司签订的合约内容中，可能有3大问题。第一个，密密麻麻的合约内容根本看不清楚，没有足够的审阅期。第二个，法定利率虽然在16%，但是手续费、对保费等各种名目，实际利率早就超过。最重要、关键的是这张空白本票，签了名，金额随便对方填，只能任人宰割。空白本票，你签了以后，本票也不在你手中，除了他去申请裁定，你根本看不到。全台湾登记办理用资业务的公司有6800多间，其中台北市租赁公会38间会员，2023年的业务量都超过7500亿。中租、入用、豪润都占9成，这类从事高风险的金融借贷行为，目前台湾无法可管。金管会只负责这个涉及吸收、募集大众资金、发行有价证券的这些的金融行业，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金管会主管的。老实讲，金管会应该要管有关于钱的流动，金管会应该管。在金管会提供的资料中，一直到2024年8月，全台湾银行借贷和租赁业也未行的金额有4000亿。不过国内3大用资公司的财报显示，讲贷款的利率上低，甚至干那0.74%。这么低利率的资金，它转贷出去是超过法定16% 的，动不动是20几，转手之间却是融资公司会形成暴利，而这些暴利的行为就不属地下钱庄了。当然不是啊，我们的利率都是合法的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跟地下钱庄一样？面对经济这期3大用资公司，干那中租愿意正面回应。我们自己也是诈骗的受害者啊，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冒用我们的名义，打着中租的招牌。你业务员还是要有相关的证照，我们卖保险都要有证照，我们去借钱完全不需要管你，这也很奇怪。那如果说是我们有错，我们一定会改。如果是要有合适的规范，我们也是不会反对的。因为我们不能只靠自律，我们要靠他律啊。
永珠公司这类的借贷手法，好被害人认为，秘书是为投资的诈欺中，搁落入去另外一场借贷侵烟。应该如何改变现状？2024年4月，台北市租赁工会针对成买后付的中古车贷业务提出11项自律公约，包括客户的征信、还钱的能力、车贷成数、订约公平等等做出规范。另外，金管会则是正在咧研究，将一定规模以上上市上柜永珠公司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管理。纵使这个法可以用，那个法只是在调解而已。我觉得毫无疑义，尽速立融资业法、融资公司法，让这些公司被纳管。民间团体建议永珠业法的草案拍算的补救，杜绝乱象。草案的重点包括无担保品借贷金额未当超过月收入的22倍，同时利率的上限定为20%等等。我觉得债务跟贫穷它是连在一起的，金融上的问题，它最后会演变成社会问题。台湾应该要记起教训，你不能等到有像双卡风暴、烧炭自杀、社会问题恶化，你才要处理。投资的诈骗，敢若是愈来愈严重。台湾民众的金融风险、政府的法规、甲民众理财的观念，拢爱同步的升级。当强调稳赚卖了高报酬的投资，就需要审慎的评估再三的考虑，唔能轻易相信非金融监管的交易平台，唔通有发财的梦影响到判断真假的理智线。